多謝咁多位出席今日國際可持續發展協進會 ICSD 5週年論壇。AI 咧會唔會 replace 咗我哋嘅工作咧？未必會嘅。只要咧你係識得點用 AI 能夠駕馭呢個 AI。而家 ESG 進入咗新嘅階段即係由認知階段去到應用階段。呢份調查嘅目的咧，係為咗了解受訪者對於香港有關 ESG 同埋 AI 相關教育同埋職業發展嘅態度。68% 嘅受訪者咧表示自己對 ESG 有高度嘅認識。3年之間咧，由41% 跳升去到68%，超過90%嘅受訪者咧認為 ESG 對現有嘅工作、將來嘅事業發展係有幫助。香港社會喺 ESG 知識普及方面咧，其實係進步咗好多嘅。其實 AI 已經廣泛應用到響 ESG 嘅數據分析。真正具競爭力嘅領導者係需要理解可持續發展嘅框架，同時喺科技應用當中係保持價值判斷同埋個整體嘅責任意識。喺全球經濟快速轉型嘅今日咧，其實可持續發展已經唔再係一個選項，而係一個發展嘅大勢。我哋香港要把握呢個機遇，除咗繼續推動綠色金融，亦要進一步去加強教育、培訓同埋跨界別嘅合作，令到我哋嘅年輕人同埋在職人士咧都能夠裝備自己，迎接新時代嘅需要。究竟 AI 需要 ESG 咧，定係 ESG 需要 AI 呢？ ESG 個 context 裏邊個 governance 嗰個 ethical 嘅 decision 咧，係要喺 AI 裏邊去發生嘅。 data fraudulent 嘅 prevention，AI 又幫你掃翻噶嘛。兩邊咧即係 can help each other。每一間公司如果尤其上市咧，佢都要 collect data 嘅。咁你首先 collect data 個工序要識啦，再上 senior 嘅 level 嘅時候，除咗合規之外，其實係咪一個好嘅機會幫間公司轉型呢？喺國際視野同埋大趨勢同埋社會責任裏邊，如果你再熟悉咗個底蘊嘅時候，你做變化同個條路點樣走嘅時候呢，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位咯。我覺得 ESG 咧係打通任督二脈嘅關鍵嚟嘅。ESG 嘅概念上已經融入晒我哋每一個傳統產品上面。咁我相信呢個行業咧係會有得繼續發展去只不過咧就係話咧，我哋真係要花啲時間、花啲心機去裝備一下自己。用 AI 其實個成本可以好低嘅，佢幫手即係所歸納分析 ESG 嗰啲數據嚟講咧，亦都到位㗎。好多時候啲中小企業咧覺得即係啲 AI 可能好複雜嘅嘢，即係你要願意去嘗試喺呢一方面，係睇翻下喺唔同裏邊應用咧，係睇下會點樣幫到你自己。最後咧，非常之感謝各位咧抽空出席今日 ICSD 5週年嘅論壇暨調查結果發佈會，感謝大家為 ESG 發展嘅用心，亦都感謝你一齊成為邁向可持續未來呢一個咁鼓舞人心之旅嘅一部分。